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6年3月13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最近我在网上经常刷到有中介还有媒体在那儿一本正经的解读有一个叫什么38号文。根据这个38号文呢，他们得出未来这个房价还要涨，要暴涨。如果你再不买房，来不及了。这个他们解释说38号文呢，就说了未来不再供应新的土地用于房地产开发。一本正经的所以我就很好奇这么大的动静，这么大的新闻，我怎么没看到呢？所以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这个所谓的38号文，这个是中指研究院3月11号，他说行业矩阵自然资源部38号文严控房地产用途，中指研究院独家解读。近日，自然资源部、国家和林业草原局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这个简称38号文是2026年38号文件，自然资源部的，所以叫简称38号文。内容涵盖13个方面，涉及新增建设用地供给、城市更新用地等方面。这个被中介和媒体防吹们说的最多的，其实就中间有一条，就是第10条新增建设用地优先保障重大项目建设和民生事业发展，原则上不用于经营性房地产开发。也就是以后这个新增的建设用地原则上是不用于经营性房地产开发了。中介就理解成不开发这个商品房住宅。说城中村改造中涉及到的边角地、夹心地、插花地等零星土地面积原则上不超过项目总面积的 10%， 保障性住房、公用设施、营业网点和零售商业等涉及民生保障的，可办理新增用地审批和供应。我把这个文件看了一下实际上我得出个结论呢，就是它跟我们的房价没有1毛钱关系。当然你说一点关系没有，那不对有4分钱的关系，就是没什么大关系。也是中介和房吹把什么文件都能吹一遍，放个屁都是利好房价上涨。首先这个自然资源部它这个文件的意思也比较简单，实际上就是对各个地方的土地实行严格管理，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联网省份，由省级政府统筹15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从省级层面把控建设用地总规模。我理解成就是权力下放，就把这个自然资源部把这个权力下放到这个各个省，因为反正大家都联网了，自然资源部这边恐怕实时就能知道，那你各个省自己去调节你这整个的在15期间的这个建设用地。那也就是说自然资源部恐怕给各个省就是定一个目标，对吧？你这5年建设用地是多少，定死了，就这么个指标。那么这个就是限制各个地方建设用地无序扩张，也就是各个省，对吧？动不动到自然资源部去申请指标，对吧？要扩张，我这又是新能源，对吧？我这又是这个产业，又是那个产业，要用地，要建设。现在干脆把这指标，对吧，都给到你各个省就这么多你们自己调剂去，多了没有？明白什么意思吗？那就相当于这个省拿到这么多指标，比如多少万亩的指标，你们省下面市县去调整，如果不够怎么办呢？不够，对吧？那你们叫盘活现有的用地，就是你把你现在手上这些建设用地你盘活，然后呢你对这个叫住宅用地你少用一点，就原则上新增的，就是说新批的这些指标你不能用来搞这个住宅开发。这个新增的指标一般指什么？指农业用地或者林业用地变成建筑用地、建设用地这种指标你不能说我在申请400亩农业用地把它变成建设用地，然后变成住宅用地，这不行了。以前可以这么干，现在不行。这个跟房价有什么关系呢？大家琢磨琢磨大家知道这个农业用地直接变成建设用地，你只能搞厂房、搞工业区。你这个农村用地，对吧？那个郊区的一般的城市吧，那个农业用地不就是在郊区吗？那郊区那个菜地你把它征收了，完了之后你说我盖房子，我想问问你盖房子卖给谁那么远，现在连市中心的房子都卖不掉，市区的房子卖不掉，你跑到街区、郊区搞地，这就卖房子，不是脱裤子放屁吗？也就是那个指标要不要都无所谓的，对吧？你搞不搞房子都没什么用处
现在比较值钱的是城中村，对吧？城里面那些老旧那房子，它地理位置好，你得打那个主意去。你怎么把它拆了？叫旧城改造，就这意思啊。你想办法动那个主意去，这个也是市场决定的，对吧？你这个时候，比如说啊，安庆这个地方，它市区的房子都卖不掉，你在郊区，你再把农民的地搞来，你开发房地产卖给谁呢？谁要呢？一线城市房子稍微好卖点，但是你想上海那个农业用地都在外环外吧？外环外你再搞一块地方开发房子，又卖给谁呢？外环外的房子本来就卖不掉，但市中心有没有农业用地啊？所以好多这些中介啊，这些房吹基本概念他也不懂。在这个房价暴涨的时候，这是有可能的啊。房价暴涨的时候，你的郊区的农村用地啊，他给你整成建筑用地，盖上房子，好歹能卖得掉。现在是房子过剩，对吧？郊区大量的房子是空着的，房子的烂尾楼那么多，都建不完。所以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个啊，我觉得哭笑不得啊，对吧？他这个说来说去是把城中村啊改造、城市更新，把这个问题要解决，而且是原则上是不用于什么经营性房地产。那眼下这一周有特殊情况，如果那地方地真卖得好，不是房子真卖得好，那你也可以申请把它盖房子卖，大家都赚点钱嘛，这政府不缺钱吗？不就这意思吗？原则上是不让了啊，但是它可以盖保障房，你看看，可以盖学校、盖医院这种关于民生的，甚至还可以盖商场、盖写字楼、商业设施啊，就看它怎么划分。所以说啊，这个它怎么整，它实际上跟房价没有一毛钱关系。所以我看网上好多人好激动啊，说这个38号文呢一出，好了，房价从此开始见底，就要涨了。所以有很多中介啊，很多炒房的房吹啊，把这个解释为停止供地，这个说法是贻笑大方啊。这个实际上是为了堵住漏洞，就过去它是这么运作，把这个农村的地，对吧，在农村搞一块地变成绿地，变成农业用地，就是农村山林边啊，或者是滩涂，总之啊，人家在那儿一开垦，不就多出一块农地吗？多出一块农地，那么他就可以在城市的郊区啊，把那郊区的农地啊，给它变成工业用地，这样保证咱们这个总体上是18亿亩耕地不变。具体到各个省，对吧？你每个省有多少亩耕地啊？红线，这个省它也不变，为什么呢？对吧？我在乡下农村多搞了一块地出来耕地，比如说吧，我就举个例子啊，有很多地方把那个农村宅基地啊复垦，宅基地不是农业用地啊，对吧？然后你把房子扒掉之后，宅基地复垦，它不就变成0.5亩吗？一般都有那么大啊，0.5亩，两个宅基地就是1亩。好了，那这一块这个村啊，这个县，它不就多了1亩地的耕地吗？这个县就可以把这1亩地的耕地指标挪到县城边上那个郊区啊，我把那个农业用地给它征用了，变成住宅用地，盖房子卖，这样我这个县农业用地没变，对不对？总亩数还是一样的，都是这么玩。他现在呢，相当于啊，把这个漏洞给它堵上，你别玩这一套。大家仔细想一想，你这一套堵不堵不都是一回事了吗？因为现在没人玩了，你还这么玩，你房子也卖不掉，对不对？你何必那么费劲呢？你搞了就是农业用这个叫什么住宅用地，你盖房子也卖不掉，你政府搞了住宅用地，它也拍不出去啊。现在你看土拍，也就是那些什么啊，杭州、成都、上海、广州核心区土地才能拍得掉，你那郊区的地根本都拍不掉，没人要啊。所以说稍微动点脑子啊，就发现这玩意没有用。还有人解读啊，说这个开发商手上有地的现在发财了，土地越多的越发财，手上没地的着急了。为什么？因为政府不供地了，不供地你怎么弄啊？你还拿什么开发？这显然都是非常幼稚啊。我们再看啊，这个国际投行看好中国香港楼市。最近啊，这个关于香港楼市啊，这个涨声一片啊。摩根大通将2026年中国香港楼价涨幅预测从5%到7%上调至10%到15%，预计明年再涨5%，判断中国香港地产已从复苏初期过渡到扩张期。高盛将2026年本港楼价升幅预测由5%大幅调高至12%。怎么说呢？这个大家密切关注吧。今天还有媒体报道啊，说迪拜房价暴跌啊，中东的房价暴跌。昨天咱们还介绍了，对吧？21世纪经济报道有好多中国人跑到迪拜买房炒房，结果今天就有媒体报道啊，迪拜的房价暴跌。但是怎么个暴跌咱也不知道，因为咱们也不关心啊。我只想说啊，如果特朗普这次成功了，对吧？伊朗的那个教士集团呢下台，还政于民，那么中东那一个地方的房价还要涨，这个不用怀疑。但如果说啊，伊朗还是教士集团占权，特朗普、内塔尼亚胡拿他们没办法，那这中东的房价还要跌啊，可以说不值钱。未来战乱不断，对吧？恐怖袭击，各种打击，对吧？抵抗之狐。这次伊朗跟沙特跟这些国家都撕破脸了，如果他们继续执政，那接下来肯定是以后也好不了。我们再看看啊，这个前恒大首席经济学家、网红经济学家啊，
这个任泽平老师对房地产又有什么新的见识啊，新的见解？任泽平老师下午发了个微博啊，他说啊，未来哪些城市房价将率先企稳啊？他说先稳住啊，未来哪些城市房价将率先企稳？我最新对楼市的预测是28分化，城市之间冰火两重天，这是综合人口、经济、产业、市场热度等的判断。这个倒是任泽平他一直这观点啊，他认为这个楼市是结构性问题，会28分化，人口流入的城市，它就好。他说啊，未来房价率先企稳的前10大城市是，他还排了个序啊，叫上海、深圳、北京、杭州、成都、广州、苏州、南京、武汉、重庆。他说这些城市一定是核心区率先企稳，远郊区还面临漫长的去库存，其他城市的楼市表现将远远不如这10大城市。我觉得任泽平这么一说的话，就显得很，对吧？怎么说呢？就非常稳当了啊！你看这10大核心城市的核心区能稳住啊，这个我想大家也没有太大的反对意见的。的核心区啊，核心城市核心区稳住，然后这个郊区呢，比如北京的郊区面临着漫长的去库存，这也没毛病，对吧？房子难卖，上海也一样啊，上海外环外你卖不掉，核心区说不定它稳了，然后其他的城市就不值得提了啊。全国城市房价企稳顺序可以分为4个梯队，它说第一梯队核心1线和强2线，这些城市的核心区域未来将率先企稳，代表城市为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成都。这些城市的核心区域人口流入，经济强劲，科技和金融企业聚集，吸纳了很多高收入人群，购买力强，位居全国前列。比如海淀的中关村、北京的西城德胜、上海陆家嘴、深圳南山科技园是各自城市的造富引擎，也是硬资产。但是我觉得任泽平说的有点这个乐观啊，就什么意思呢？就是毕竟啊，即便是北京海淀的中关村、西城德胜这些地方，它的房价波动也会很大，你也很难说它现在就到底了。以德胜门为例啊，那个地方是典型的学区房，这个学区房的泡沫有没有挤干净，这鬼知道啊。这些东西谁都说不好，因为我们只能说啊，它是有泡沫的，因为它有学区房。未来如果学区房概念没了，对吧？大家都不在乎了，关于学区房的附加值你就没了，那这个恐怕是一半呢，对吧？那地方房价15万一平米，恐怕有8万和7万啊，是这个因为学区房，你自己琢磨去吧。中关村也一样啊，所以这个任泽平老师他不说清楚，中关村的不就是教育高地了吗？什么中关村1小2小，对吧？不就是学区房概念吗？上海陆家嘴我知道那是金融，对不对？那南山科技园我也知道，对吧？那是科技，那地方上市公司多啊。南山科技园里面恐怕有上百家上市公司吧，所以说啊，陆家嘴和南山科技园这些地方，对吧？咱不好说。但是中关村和德胜门这地方是学区房概念啊，一切学区房概念都有可能会下跌，那就看未来的这学区房到底怎么走。实际上它现在已经跌了啊，只是还没跌到位。任泽平说啊，他说2010年到2020年，深圳、杭州、成都年均人口流入增量分别是72万、32万、58万。2021年到2024年，深圳、杭州年均增量仍高达10万、14万。根据泽平宏观、智联招聘联合研究，我们分析了几千万条数据，发现这些城市的人才吸引力位居全国前10。它主要说的是第一个啊，这个第一批核心城市。第二梯队呢叫区域中心城市，其核心区域紧随一梯队逐步企稳，代表城市为广州、苏州、南京、武汉。就像我刚才说那个北京一样啊，任泽平说的这些地方房价远远没见底啊，这说明他这个太乐观了。以武汉为例吧，武汉的房价我可以负责任说远远没有到底，南京也差不多，苏州好不了哪里去，广州是1线城市，对吧？已经被任泽平老师给它降成2线了。广州的房价完全还可以再跌一跌。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广州、苏州、南京、武汉都属于那种有什么产业呢？苏州你看日资、台资都在往出跑，是不是这样的？跟10几年前能同日而语吗？那武汉更是啊，武汉有啥呀？武汉除了那高楼，对吧？那个60多层的那个住宅楼，它还有啥？住宅楼盖60层、70层，什么概念？这些城市 GDP 位居全国前10，特色产业发达。苏州制造业强，工业生产总值全国第2，承接上海产业辐射，这个老黄历，这叫老黄历啊。他说人口流入虽不及第一梯队，但规模可观。2010年至2020年，广州、苏州年均人口增量均超过20万。2021年至2024年，年均增量超4.5万。这些城市的人才吸引力位居全国前10。第三梯队，中国
西部省会如强三县，其文尚需10日。代表城市为郑州、天津、长沙、无锡。这些城市经济发展处于中上水平，有一定的产业基础。如天津依赖制造业与港口经济，长沙以工程机械和文化产业为立足，但产业结构有待优化，对人口吸引力放缓。2010年到2020年，郑州、天津、长沙年均人口增40万、9万、30万，但2021年到2024年，郑州、长沙年均增12万、13万，城市人才吸引力居全国前50，整体虹吸效应弱于1、2梯队城市。第4梯队，多数3、4线城市经济发展相对偏弱，产业技术薄弱，结构单一，同时人口持续流失，青壮年外流至省会或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楼市面临漫长的去库存。也就是这一地方他也不敢说，实际上就是鹤岗话呗。不管怎么说任泽平这个预测显得小心翼翼，比较谨慎。实际上我看来他是比较乐观的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看房地产不能刻舟求剑，就是你不能拿过去的去年的数你说去年上海人口流入20万，你能得出未来5年还是20万吗？这个我想大家都能理解的吧。我们的总的人口趋势是在下降的，新生儿也在下降，断崖式下跌，人口在萎缩，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什么呢？很多去了上海、广州、北京的这些大学生、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又走了，深圳也一样，对吧？现在就从去年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对吧？你会发现身边大家没什么人吗？找不到工作他就回家了。现在是对吧？去年这个国家政策对吧？很多地方呢就开始叫什么制止是吧？规模性返乡什么意思？治乡，这能出政策就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事情很严重。本来咱们都认为大学生一毕业就去北京、上海大城市就去飘着打工当牛马，但是现在这些人他找不到工作他就回家了，还往哪儿流所以任泽平老师不能拿着老黄历来看明天的事。不准的。大城市对人口虹吸的这种效应也在越来越弱，这是第一个，对吧？它吸引的年轻人这个吸引力是越来越弱。第二个就是这很多年轻人就要走了，待不下去走了吗？没有工作第三个是这些城市本来的也老龄化，你说北京、上海、广州这地方绝对是老龄化非常严重，除了深圳除外，这地方老龄化这么严重，它本来人就在减少，老头老太太对吧？所以它那个住房就没那么紧张，供需矛盾没那么大，供需矛盾不大往哪儿涨当然我不能否认就是北京、上海这个房子恐怕在全国来说它肯定是排在前面，对吧？跌它是最后跌，涨它是最先涨，它的流动性会比其他地方更好。这个不能否认的，但是你说他在现有的基础上就稳住了，还是马上就谈，这个很难说。以当前的经济形势我觉得还要跌一跌，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任泽平老说人口流入的城市，对吧？我们过去10年这个城市人口都在流入，不代表未来10年人口还在流入，很有可能人口流入这个就停止了，表现出来就这个城市的人口它恐怕在萎缩，这也符合咱们这个人口的趋势嘛。过去的年轻人在深圳，他去了之后3个月找不到工作。他会继续待着，他想办法干点别的，边干边找工作。但是现在已经不行了，对吧？现在你就待半年、待1年也找不到工作，你越待越找不到工作，送外卖也不愿意，最后对吧？过年回家的时候顺便就不出来了，有多少这样的？你想现在网上的段子有那么多，对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这个？好多年轻人说我要出去打工，那父母就说你别去了吧，你现在在家住着花不了多少钱，你一出去打工，我这2个人一个月还给你5000补贴就你出去打工反而我要给你补贴，对吧？你在家待着其实花不了这么多钱，这很多父母就这个观点呢。你在家待着，对吧？那个网费反正对吧？房租没有，吃嘛就多双筷子，你说你能花什么钱？但是你一出去上班吧，好嘛，要租房子，对吧？要坐车，要打车，要喝奶茶，要这个要那个，自己赚的那3瓜2枣的不够用，还得父母倒贴。这种段子说明什么？说明很多年轻人觉得出去打工不合算，那不如回家呢。所以不要迷信说某个城市永远是人都往那儿流动，往那儿流动是因为有工作，我想对吧？如果你提供不了工作，谁往那儿跑呢？生活成本那么高，是因为你那个城市机会多，但是现在这个经济形势下，北京、上海、深圳这些地方机会也不多了，越来越少。好的工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好的工作已经不进入市场流通过去牛马韭菜，你大学一毕业跑到北京，对吧？翻个报纸或者是在网上投简历，你还能找到不错的工作，外企什么大厂随便进。现在好工作不流通了，都变成内部推荐，对吧？变成什么7大姑8大姨安插，变成熟人介绍了，就是越来越多的好工作。那国企更是这样。
但是任泽平啊，他说的这些城市啊，核心地段相对其他城市来说，这资产更有流动性，更能保值。相对其他城市啊，实际上我们看啊，这个很多机构的数据啊，就早就说明这个问题了。所以我说任泽平这老师啊，你不知道他那个研究所是根据什么数据来研究啊？8个变量他只看4个，还有4个变量他不看，他能得出什么正确答案吗？今天我看到一个报道啊，叫4大1线城市零售租金集体下滑，北京、深圳跌幅超9%，说的是商业啊，地产的租金。你想想，租金咱们老说租售比啊，你说租金下跌9%，这可是1线城市啊。近日，中量联行发布大中华区2025年第4季度物业摘要报告显示，由于国内整体优质零售物业新增供应量仍处于高位，在供需关系持续承压的市场环境下，2025年多数项目普遍采取以价换量租赁策略，推动各城市平均租金水平继续下行。该报告同步发布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4大1线城市零售物业市场2025年年末控制率和首层有效租金数据。整体来看，4个城市这绝对1线，对不对？北上广深啊，零售物业市场去年首层有效租金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下滑。中量联行还分别公布了啊，北上广深这4个城市，分别把这4个城市都公布了一遍。我们看看北京啊，他说2025年底首层租金663元每平米每月，同比下跌9.5%。首层就第一层嘛，啊，一进大门，那不是流量最高的地方吗？跟去年比啊，下跌了9.5%。租金啊，2025年北京零售物业市场开出超级合生汇、中关村啊，什么大融城西区、中海大吉港2座京东墨、保利广场、善德银泰城，都是赫赫有名的啊，这是商业综合体啊。2025年北京零售物业市场经历了自2020年以来最大的租金震荡，首层有效租金同比下跌9.5%，整体租金水平仍较2019年峰值下降28%，也就是2019年北京的这个租金是达到一个高峰顶点，从那以后到现在啊，下降了28%了租金。所以说大家看见自己小区的吧，沿街店铺关门的关门，转让的转让，就不足为奇了。北京的这种大的商场租金都在下调，下降10%。上海啊，这个2025年底层租金1219元每平米每月，同比下跌4.3%。上海比北京还是稍微坚挺一点啊。说租金优惠与灵活租约策略持续助力业主填补原有控制面积，核心商圈控制率季度环比下跌0.4个百分点至8.4%，非核心区控制率环比降0.2个百分点至13.3%。第4季度上海全市平均租金持续承压，核心商圈首层平均租金环比下降0.4%至41.8元每平米每天，非核心区首层平均租金环比下降1.3%至14.4元每平米每天，环比啊，就比上个季度啊，反正都是出下降趋势啊。那广州呢，2025年底层就是首层租金1084元每平米每月，同比下跌8.1%。深圳市2025年底首层租金875元每平米每月，同比下跌9.4%。这些商业靠人流没毛病吧？这些商业租金下滑，控制率上升，某种程度上也说明这个，对吧？头部城市啊，这1线城市活跃的人数、活跃的人流在减少。所以任泽平老师不要机械的看那个什么啊人口流入，对吧？你要对流入的人口你能留下来，对吧？让他在那儿成为那个议员，然后他有买房的需求，对吧？在那儿有结婚生子的需求，他连工作都没有，流入有什么用啊？对吧？或者说啊，如果你提供不了工作，人口流入就会停止。最后我们再看一个这个网上的一个故事啊，越努力越凄惨。这故事就这么个意思，说的也是北京啊，说1线城市中年返贫季消失了500万。这个博主啊讲的是他跟他的一个高中同学，大概是这样的。文章说啊，他说1000多万买的房子打了对折，500万还没过眼就没了。这可是在北京啊。最关键的是，曾经疯抢的老破小书包房，也就是学区房啊，如今卖都卖不出去，只能继续含泪做房奴。这就是任泽平老师说的中关村和德胜
门，这学区房。作者说啊，这是我一个熟人的境况，短短几年，睡着都笑醒的买卖变成了想想都害怕的梦魇。有时候财富的蒸发快的来不及生出一个念头，只能跟着头破血流。那这个熟人到底是什么人呢？他说起我这个熟人呢，当年我也是狠狠羡慕了一把，因为他父母是2线省会城市退休干部啊，所以在我等农2代裸婚的时候，人家就有了京郊大3房婚房，也就是这个作者他在北京结婚的时候都没房，买不起啊。但是他这个朋友啊，人家一结婚就在京郊就买了，对吧？3居做婚房。他说后来我们好不容易凑钱买了个小房子安定下来，人家转眼又换去西城牛校书包房，就是德胜门的学区房，这是血淋淋的例子啊。他说那个时候啊，我听到1000万吓得腿都软了，即便贷款我们也拿不出首付，但是人家家庭条件好嘛，因为父母都是退休干部，所以说对吧，能支持他。他说我酸溜溜的想，人和人果然都是有层级的，我不敢想的是人家说干就干了，没办法，毕竟人家家底厚，自然走得快，咱的福气一辈子还长，大不了多用几年，咱也努力够一够。这是他当时的想法啊。但是后来啊，我去过他家看过一回，居住环境之局促让我少了许多羡慕。大家不知道吧，这些学区房实际上都很小啊，你这动不动20万1平米，谁能买个100平呢？200平的，对不对？都是买个70、80平的，有的甚至啊50、60平，那没办法。那你说50、60平一家3口4口住，那就肯定是挤啊。所以说他去一看之后啊，因为如果你要不看学区房的话啊，你不看那个学区概念，那你就觉得那房子不值，太小。但是作者说啊，但还是觉得为了孩子该尽力才对，只是没想到说儿子本人坚决反对，又加上教育政策的改变以及大环境的不确定等诸多因素，想换房的时候，我跟就是她老公啊一致决定不拼了老命，以居住舒适为先。也就是说啊，他家庭条件差一点是吧，他还拼不起那个学区房了，算了吧，还是住在郊区啊，房子稍微大一点，不整那个学区房的概念了。毕竟生活不能被外物填满，挣钱也不只是为了进2环，人生那么长，生活那么宽广，手里捏点碎银子心里不慌。他说这次和熟人见面，他紧的能挤死一只蚊子的眉头和张口闭叹气的模样，再次让我暗暗为咱家的决定感到庆幸。他说虽然我知道还贷目前对他们来说压力不算大，可他们本可以过得更轻松，更重要的是他家孩子中学压根儿就没有再享受到学区的福利，成绩也不算超级牛，心理打击可想而知。目前这种情形来看，咱普通人的不动产其实就是狠狠的在动咱们的产，累死累活挣的钱只需要一套房就能全还给人家，一分也落不下，说不定还得付几个。他说中产返贫的故事在1线城市太多了，至少一半和房有关系。这些事情在北京啊，那每个人身边都有这样的朋友啊，都有这样的亲历记啊。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但是他不是买房啊，他是为了孩子上学。他很厉害啊，这个简直了，这要说出来很多人不敢相信，咱也不能说太细啊。总之本来他孩子应该在通州上学，结果他通过运作啊，孩子去了一个非常牛的一个学校上学，在市中心，这不是好事吗？然后夫妻俩啊，把这个通州的房子租出去了，跑到市中心租房，那房子也不大啊，房租是2万1个月。那通州的房子租出去顶多对吧5、6千吧，撑死了。但市中心的房子2万，对吧？1个月他倒贴1万多，就是为了孩子上学。如果孩子学得好也可以吧，对吧？问题是孩子上到3年级就开始抑郁了，跟不上趟。到5年级的时候，他夫妻俩就决定放弃了，只是在这读完，也不指望他上什么大学，对吧？考上什么好学校了，只要能顺利毕业就行了。你看看，还好他不是买房的，他是租房，对吧？他如果那个时候买房的，那恐怕现在啊损失跟这个文章里所说一样。所以我刚才这前面任泽平说的时候，我就说了，如果是学区房，你还得小心点，这学区房的概念能不能扛得住，对吧？如果学区房概念扛不住，那还要跌一半都有可能啊。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啊，如果把这500万，对吧，存在银行给他孩子花，上不上大学不一样吗？有啥区别啊？他就是大学毕业了，他以后能挣500万，不都很困难呢，对吧？或者是上个普通的大学，怎么就不行呢？以前啊，房地产火的时候，学区房火的时候，小孩在那上学啊，虽然孩子学习不咋地，对吧？也没考上清华
华北大，但是他房子赚钱了，对吧？他是10万一平米买的，15万一平米卖掉，对吧？15万平米买的，20万一平米卖掉。你说孩子在这上6年学或者上几年，这学习不管咋样，反正钱他赚着了。你现在是对吧？双重打击啊，孩子学习也不好，钱还没了，竹篮打水一场空啊。20万买的，现在10万卖。你10万买的，说明以后啊7万卖都有可能。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